哇乜咁大陣仗啊？要封咗一段彌敦道俾佢哋嘅？哦，而家巡行緊嘅係救世軍嘅成員嚟。喺上個月20號就係佢哋新總部落成啟用嘅日子啦，所以佢哋就同政府申請由舊總部一直操去新總部。由於佢哋人數有成90幾人咁多啊，所以咪要封咗成段彌敦道啦。以我記得呢，除咗英女王訪問香港嘅時候封過彌敦道之外，今次係第2次封彌敦道喎。係啊，彌敦道咁繁忙，封咗咪阻咗啲交通？因為佢哋步操嘅路程只係得幾分鐘啫，唔阻得幾耐嘅啫。講到呢樣嘢呢，我就要睇提英國嘅一條不成文法啦。嗰條不成文法係點樣㗎？根據嗰條法例呢，救世軍係喺傳統上有戶外集會同埋步操嘅權利嘅，所以喺好多情況之下係唔需要同政府申請就可以進行戶外步操同埋集會㗎啦。嗱，由於戶外集會同步操係救世軍一向傳統嚟啊，所以而家我哋都不時見到救世軍舉行露天嘅集會嘅。點解英國嘅不成文法會有條咁嘅規例嘅呢？咁就要追憶返100幾年前英國嘅歷史啦。講嚟聽下。大概喺1860幾至到70幾年嘅時候啦，宗教係英國社會上流社交嘅一部分嚟，低下階層咧根本就冇機會接觸到基督教嘅信仰嘅。但係嗰陣時有一個牧師認為信仰應該滲入低下階層，唔應該淨係有錢人同埋上流社會先至有嘅，所以呢，佢就成立咗一個團體，決定喺倫敦向嗰啲平民傳教啦。喂，你講咗咁耐，仲未到題喎。你聽埋我講先啦。正因為嗰個牧師咁樣做法，令到當時嘅教會好唔滿意，最後仲將呢個團體判為邪教添。好多救世軍嘅成員就喺咁嘅情況之下殉道。直到19世紀末期，英國政府就立例規定容許救世軍有權喺任何公眾地方步操同埋集會啦。同時，由於佢哋嘅集會喺露天舉行，所以用嘅樂器都係易於攜帶嘅銅樂嚟。救世軍嘅露天集會就成日見啦，估唔到原來係有段咁嘅歷史背景嘅喎。